继续来看，有民众过年期间买一包豆干，一拍开要摕来食，蛤蟆惊死，因为有一只进行是鸟鼠仔的尸体已经打去，讲迄个形体、骹手四肢拢还阁看现，看着用要冰白。经过了解，这是台中某一间食品厂所生产的。咱的记者打电话到这个食品厂，对方讲目前正咧处理，暂时无要对外来回应。豆干的包装完整，看起来无啥问题。结果消费者买回去了后，发现内底敢若有一只死鸟鼠。它已经拆开了，要吃。这个消费者伫咧过年时呀买豆干要登去淡山，结果才打拍开准备要食，就发现包装内底敢若有死鸟鼠，头甲尾溜，骹手拢规个看现，会看甲强要变白。目前还在处理当中，暂时不怀疑。其实根据豆干的包装来看，有效的时间是到今年9月29。这边方发现有个样，赶紧通报卫生单位。尾来调查是台中某一间食品厂做的，今嘛已经派人过调查。商位于台中市，依源头管理原则，今日将移请台中市卫生局进行处办。食安问题还是蛮严重，同一批次的架了，咱有可能巴肚会痛。下架以后，未来检验没有事情，再卖嘛。即马接到投诉机关，除了要求爱调查彻底，到底有偌济烧伤食品、导致食品，嘛要求刚一批出的豆干食品爱必须下架，才能确保消费者的食品安全。继续来看，泰安成中文教基金会举办着大师书读奖，由22间的学校推荐老师，然后跋杯由新名来选出着2位的好老师。由泰安成中文教基金会举办的大师书读奖，伫后壁泰安宫进行第2届决选，用跋杯方式，伫新名的见证之下决定人选。鹿草国中吴梦中老师6杯，1杯请4杯。有。总共有8校11位教职人员参选，其中包括1位校长、1位主任、甲9位老师。由基金会董事长亲身跋杯，后壁区长嘛到现场见证。经过这么多的在妈祖的精选之下，选出了2位这个非常优秀的大慈师有奖的老师。嘉义六草国中吴明忠老师甲北河国中陆英玲老师，拢各得到5个奖杯，受到新民的认同。是讲深受得奖，这老师伫教育界付出，拢是值得肯定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